后来昨暗有一个旅客坐飞机坐国内线飞到高雄的小港机场，结果伊所叫的多元客停车，互航警来赶离开，伊真不满，情绪失控，甲航警大细声嚷。讲其实想要离个小港机场坐这个多元客停车，都要拖行李，行大约10外分钟久，旅客拢讲真无方便。所以是毋是会当开放这个多元客停车进入机场来载人客，嘛再度引起着讨论。我卖到，你是讲耍？你做成事故。穿白衫的查甫人徛伫咧机场过来线挂，无伫咧顾别人敢有伫咧甲看，对航警比卡比手，搁大闹空，一直咧甲人骂。对方好声好势，想要爱惜人情，毋过查甫人无想要凊彩准煞，落尾来真侪警察到场支援。原来这一切是因为坐车的代志，伫咧无欢喜。昨暝林先生坐国内线回到高雄小港机场，准备坐叫货多元客停车，不过因为无符合机场的规定，互人赶，伊就真不满，规巴肚火，甲人大细声。疑似酒醉银姓旅客，发现该车辆遭本分局员警驱离后，情绪稍有失控。脱序行为，本分局将依法就责。查甫人敢若是有啉酒，才会无站责。其实根据目前小港机场的规定，多元客停车无法度伫咧场内载人客，所以想要坐车的旅客爱拖动缓缓行李行10多分钟，到第二北路206路口才当坐车。他要过马路那边去做，当然不合理啊！当然不啊。为什么那个走太远，而且拖着行李肯定不容易，不方便了。就是会真的比较不方便，可能我还要多再绕到蛮远的地方才能搭车这样。每一个小时大概有估计有20-30辆，距离大概对400公尺，可是时间很长，因为那个红绿灯要等很久。重点在于外国人他的方便性，我今天可以扣卡，我不需要带着台币四处跑啊。因为坐车问题，和航警伫咧冤家，嘛互多元客停车敢有开放入场载人客议题铺上台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